土星嘅白羊座對你有咩影響呢？土星進入嘅宮位係未來2年半被考驗嘅人生範疇。白羊座透過面對挑戰嚟變得越嚟越謙虛、腳踏實地，同埋懂得同他人妥協。金牛座透過表面挫敗嚟同心魔交鋒，同埋同舊有信念斷捨離，並且能夠睇見及欣賞自己嘅潛能，做自己嘅伯樂。雙子座透過長遠計劃嘅阻礙或者社交網絡問題嚟到建立更加穩固嘅將來。巨蟹座透過事業上或者係面對公眾嘅挑戰嚟提升自己嘅競爭力。獅子座透過超越文化背景嘅局限嚟調節自己嘅人生哲學。處女座透過投資或者合資問題或者面對社會上嘅黑暗面嚟轉化潛藏恐懼。天秤座透過親密關係或者合作夥伴嘅問題嚟更加了解自己。天蠍座透過健康上嘅問題或者壞習慣嚟調整日常生活嘅操作模式。人馬座透過戀愛、親子關係同創作上嘅問題嚟提升自我表達能力。山羊座透過屋企嘅問題嚟建立歸屬感同埋改善同家人嘅相處。水瓶座透過同同輩之間嘅相處嚟提升溝通技巧同埋思維模式。雙魚座透過財務問題或者技能嘅不足嚟學懂理財同埋增值自己。